一流南美，请接话。这把清流是陈廷波伫1929年完成的画作，以中国大陆杭州市学十景当中的断桥参雪为题，是陈廷波到大陆旅行写成的重要成果。这幅画也是陈廷波上喜意的画作，为书内面也阁特别交代厝内人爱好好保存这幅画。艺术品最佳以及最终的归宿，那不外乎美术馆。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逐步的把所有陈澄波的作品文物全部捐给美术馆。这个不是一个馆藏而已，这是一个工作，这是一个责任。我们将会担负起这个责任。也谢谢陈董事长以及陈澄波大师家族的一个支持。文化部日前将画家陈廷波的画作《清流》指定为重要古物，伫美术节当天，家属决定把画作捐赠给台南市美术馆。那我想，我们想要趁这个机会，也对家属致上最高的敬意。他没有流入商业的市场，但是是为全体国人、台湾的精神的代表所拥有。台南市美术馆除了感谢陈廷波基金会将这幅国家级重要古物画作捐献给南美馆，并表示会将作品永续保存，伫台南以上水的姿态做呈现。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